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又嚟到鐘錶超市 Andy 嘅頻道啊！二手名錶買賣交換、鐘錶修理、代客訂錶，乜都齊㗎啦啊！今日咧就介紹晒兩隻錶啊，咁有少少零件啊、配件啊，同埋係最主要特色咧，就有個阿米加嘅錶盒。嗰個錶盒咧就阿波羅上太空嘅占士邦型。哇！呢個有型啦！如果有錶嗰啲咧，如果唔買咧，就真係走雞啦。呢個盒咧打開咧有齊晒書套，仲有個鐵牌仔。哇！真係值回票價。成個錶盒仲有裝錶帶嘅錶格，但係就冇錶帶嘅。咁啊，非常之靚仔，好多暗格啊！咁啊，用起上嚟咧就有隻錶就一流啦，仲有套書嘅。打開，哇！呢套書啊緊要啦，介紹啲嗰隻錶上月球嗰隻錶啊。咁如果咧啲錶有隻呢啲錶咧，就呢個盒真係唔好放過啦啊！咁啊，你哋自己諗啦。咁啊，錶盒就介紹完啦，咁就再嚟就跟住其他錶啦。咁啊，介紹就幾隻新錶先啦。Famula 啦，咁啊降咗價噶啦呢隻，成隻全新，有出世紙 V45 25,000蚊全新啊！咁啊再嚟浪琴，又係嘅大減價，公價11,000幾，自動透視底。啊！呢隻又係超抵啊！睇睇個透視底先啊！咁啊36mm，咁啊成隻都係4,500蚊，有出世紙，行2年保用啊！呢啲行貨嚟嘅全部都。咁啊再嚟又係浪琴金鋼，咁啊都係同正話嗰隻一樣噶啦，有紙有盒，全新錶。咁啊呢隻貴幾百蚊啫，5,000蚊成隻。咁啊再嚟啊介紹啲配件啦，得一件啫今日。咁啊呢個就地通拿原裝金圈 18K 黃金。咁啊116508啊嗰啲都啱噶啦啊。咁啊稱金都6,000蚊噶啦，而家成個都係7,500蚊啫啊。咁啊又係超值。咁啊再嚟伯爵 18K 金後加石。咁啊呢啲錶啊以前都好威水嘅，買金都要成萬幾蚊㗎。咁啊加咗鑽石，成隻都係26,000，超值。咁啊呢隻就 18K 金伯爵白面羅馬字上鏈嘅，以前係好興啊33mm 呢啲錶。30M，咁啊都好興嘅啊！而家就屬於女裝錶噶啦。咁啊再嚟一隻33mm啊！呢隻真係 18K 黃金真力時上鏈，呢啲啊純粹買金嘅有呢隻。咁啊都好抵下噶，11,000蚊真力時啊，唔係原裝購啊。咁啊再嚟 IWC 女裝鋼錶上鏈 19mm， 咁啊成隻都係2,300蚊咋，原裝錶帶呢啲好少有噶，半古董形式。咁啊呢啲粗帶一流啊，送俾阿媽就冇得頂啦。咁啊再嚟69160勞力士自動日曆條帶啊，真係全新咁滯。咁啊22,000蚊，白色銀面呢啲啊好嘢。再嚟白面羅馬字69240 26mm 自動日曆22,000蚊，呢啲大路款式，拆個錶玉都15,000-16,000蚊噶啦啊！咁啊再嚟勞力士16014 36mm 自動日曆膠面，呢啲
30-40年錶噶啦，但係都值翻咁多錢。以前買1000幾蚊嘅啫，而家抹油都1000幾蚊啦，唔好話講買隻錶啊。咁啊有興趣就26000蚊，呢啲就少有啦，買一隻少一隻噶啦。再嚟玉寶，呢啲代客錶嚟嘅呢啲，咁啊啲行家幫手幫我出咗佢3800蚊啊。咁啊有興趣就過嚟啊。石英，咁啊介紹隻American 10，咁啊呢啲女士係最興嘅啦。而家買淨係齋錶都買10萬蚊，全部都一樣噶啦。原裝扣原裝帶，24500嘅白面羅馬刺，最保守嗰啲設計噶啦，幾十年都係呢個款啦。咁啊再嚟一隻平錶，雪鐵納金鋼原裝錶，自動99身，2200蚊。跟住再嚟一隻阿米加大能型藍針自動日曆41mm，呢啲手型大啲都可以嘅。咁啊古董形式啦，你當佢古董錶咁大啦，4003蚊。再嚟一隻1601，哇！呢啲少啦，開始買隻少隻啦嚇。白金圈36mm自動日曆24000蚊，條帶都企理㗎呢啲。咁啊真係買隻少隻。再嚟呢個16233原裝石面自動日曆36mm金鋼，呢啲稱金條帶都稱翻8-9千蚊㗎啦，金都買個錶玉拆零件咁嘅價錢啫，超抵玩。咁啊最後一隻啦，咁啊18038自動日曆18K 金頭，咁啊齋頭嘅啫。呢啲如果唔係齋頭或者換咗第二件面都7萬幾㗎啦，換件有顏色嗰啲面啊75000蚊起步㗎啦嚇。咁而家抵啦，59000咋，超值。咁啊大致介紹咁多啦，有啲咩就可以 call Andy 啊，94817071，二手名錶買賣交換，鐘錶修理，多謝多謝。